上海三大亨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龍霖曾經喺上海灘叱咤風雲，佢哋嘅勢力滲透到咗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各個角落，書寫咗一段充滿傳奇色彩嘅篇章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三大亨嘅時代已然落幕，而佢哋嘅後人亦都各自踏上咗唔同嘅人生軌跡，喺歷史嘅洪流中演繹住平凡與不平凡嘅故事。黃金榮家族絕後，作為上海灘三大亨之首，黃金榮1868到1953嘅興衰史，堪稱舊上海黑幫生態嘅縮影。1868年出生於蘇州曹河嘅貧農家庭嘅佢，5歲隨父遷居上海，少年時期喺城隍廟瑞華堂裱畫店當學徒。1892年，黃金榮抓住法租界招募華人巡捕嘅機遇，憑借機敏頭腦同強健體魄嘅新巡捕行列。喺租界任職期間，佢獨創養寇自重策略，暗中操控盜竊案，再親自破獲，由此積累功績。僅用5年便升任法租界警務處首位華人督察長。黃金榮嘅權力擴張同兩段婚姻息息相關。1900年，佢迎娶青幫女梟雄林桂生，借助佢嘅勢力網迅速擴張。林桂生提出以黑養白策略，喺16鋪建立公興記賭場。黃金榮則利用巡捕身份提供庇護，形成上海最早嘅官黑勾結模式。至到1920年代，佢掌控嘅三堪公司壟斷上海70%鴉片貿易，年利潤相當於北洋政府年稅收1/3。呢個時候，黃金榮門徒超千人，連蔣介石都曾經遞拜帖稱其師傅。1922年，54歲嘅黃金榮因迷戀京劇名伶路蘭春，引發人生轉折。佢斥巨資建造共舞台，力捧路蘭春，甚至為咗爭奪佢同軍閥盧永祥之子盧小嘉爆發衝突。到盧小嘉綁架入獄之後，雖經杜月笙、張竹林重金營救脫險，但此事嚴重動搖其威信。更加致命嘅係，黃金榮為迎娶路蘭春同林桂生離婚，導致多年經營嘅人脈網崩塌。路蘭春婚之後捲走其半數財產同情人私奔，黃金榮自此一蹶不振，將青幫實權移交杜月笙。黃金榮嘅家族悲劇根源深重，因為長期吸食鴉片導致不育，佢先後收養兩子，長子黃君培由林桂生挑選，天資聰穎，被視為繼承人，卻喺17歲突患惡疾夭折。次子黃元濤係路蘭春時期收養，生父實為共舞台武生演員。黃元濤資質平庸，黃金榮曾經感嘆此子難成大業，僅讓其管理邊緣賭場。1949年政權更迭之後，黃元濤遠赴美國洛杉磯經營中餐館，同養父徹底失聯。晚年嘅黃金榮亨為時代希兒。1951年，83歲嘅佢喺文匯報刊登自白書懺悔罪行，被安排喺上海大世界門口掃街示眾。曾經叱咤風雲嘅幫派大佬窩居皇家花園、金桂林公園，僅有數名門徒照料起居。1953年病逝時，黃元濤雖翻嚟治喪，但僅草草安葬於蘇州靈嘅山，便再度消失。黃金榮一脈自此斷絕，張徐林獨子敗亡，一脈斷絕。張松林1877到1940嘅家族悲劇，係上海灘黑幫史中最觸目驚心嘅惡之法。呢位生於浙江慈澧嘅青幫大亨，憑藉鴉片、賭場、妓院構築起三色帝國，卻喺1937年松薊會戰期間投靠日本，出任嘅浙江省省長，最終於1940年8月14號被貼身保鏢林懷步擊斃於華閣酬路公館。佢家族血脈嘅凋零，恰如新報所言，漢奸之路必斷其後。張合霖中年得子，對獨子張發堯1903到1951嘅溺愛堪稱畸形。據青幫秘黨記載，張發堯7歲嘅時候曾經用煙槍毆打私塾先生，張仲林反而賞賜佢嘅鴉片煙具，男人就得有霸氣。1925年，杜月笙規勸瑞林兄發堯該留洋見見世面，
張瑞霖遂斥資10萬銀元，將個仔送往巴黎大學法學部。然而據法國外交部檔案，張發堯喺巴黎租住蒙馬特高級公寓，日均消費300法郎。當時上海工人月薪僅15銀元，常以青幫少主身份包場紅磨坊，甚至偽造法學博士文憑。佢嘅論文《中國幫會法律體系研究》被導師批注邏輯混亂、別字連篇，建議重修小學國文。1930年歸國之後，張松林動用法租界關係，將個仔安插為工部局法律顧問。據新報1931年報導，張發堯首次出席市政會議嘅時候，竟將租界章程念成租界章程，當場被比利時領事嘲笑。杜月笙無奈出資5000銀元，為其開設發堯律師事務所。豈料張發堯將事務所變成鴉片銷煙點，勾結巡捕房偽造、通共案、敲詐富商。1935年喺北沙廠主黃贊臣拒絕繳納保護費，張發堯竟偽造共產黨嫌疑，報案勒索黃金200兩。此案後被杜月笙暗中擺平，以免牽連青幫。張松林遇刺之後，張發堯嘅墮落加速。據上海市檔案館狀逆產處理檔案記載，佢3個月內變賣華格銷路公館含黃金榮贈送嘅翡翠屏風、杭州拱陳橋祖宅佔地12畝嘅徽派建築群，甚至將張松林收藏嘅明代成化鬥彩嘅鋼杯以50銀元賤賣，今估價超2億港元。1948年冬，新報記者喺4馬路一品香煙館目擊張發堯全宿於煙榻，渾身監組，用煙罇子刮取別人吸食之後嘅煙膏，被老闆揪住衣領辱罵，漢奸總不如娼妓。1951年春，喺北警署檔案記錄華界棚戶區發現男屍一具，經辨認係張松林之子張發堯，死因鴉片過量，死亡時間超過72小時。除親子之外，張牛林收養嘅2名養子亦都未能夠逃脫悲劇。張顯貴本為蘇州河碼頭童工，因武力過人，被張牛林收為義子。1938年，張松林通過日嘅關係，使其當上國民黨內政部次長，實為虛職。據軍統上海站密報，張顯貴任職期間貪污舊制款120萬元，包養母女多達17人。1946年中秋夜，佢因為懷疑妻子同副官通姦，持勃朗寧手槍將佢到射殺於百樂門舞廳。逃亡香港之後，據《星島日報》1949年報導，前國府要員張顯貴淪為中環碼頭苦力，某日搬運貨物時突發瘋狂，高呼爸爸救我，凍死街頭。懷中日記本寫滿殺人者終被殺。張宗堯係安徽孤兒，被張宗林收養之後送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。據日本防衛省戰史室資料，佢1942年任汪坑政府物資統制委員會專員，負責江浙兩省糧食徵收，因手段殘暴，獲日軍金礦勳章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張宗堯喺上海北站失蹤。民間傳聞其攜帶20箱金條遁入普陀山，然1952年上海市宗教事務局核查，普陀山72寺僧眾冇此人記錄，山下漁民曾見可疑船隻深夜出海。1949年之後，張家財產被新政府定性為漢奸逆產。據上海市靜安區檔案館社會關係審查表，張發堯之女張秀蘭1935到2010-1953年報考上海師範專科學校，政審材料注明，祖父張酬林大漢奸，父親張發堯鴉片販子，佢被逼遠嫁甘肅定西農民。臨終之前對子孫話：我哋張家嘅姓係刻喺恥辱柱上㗎。今日漫步上海寧海西路原華格 TL 路張松林公館舊址，已經變為華格敬老院。2023年筆者實地探訪嘅時候，87歲嘅護工黃秀英回憶，聽老輩講，張家少爺當年喺黨度埋咗7口棺材，話係鎮住冤魂。而家老人們曬太陽嘅時候，仲能夠挖到破碎嘅鴉片煙具。
距此3公里嘅靜安公墓，張松林嘅墓碑喺1966年被紅衛兵砸毀，僅剩底座刻住模糊嘅張公人綱之墓。文史學者陳傳仁喺銀元時代生活史當中寫道：上海灘嘅大亨黃金榮嘅墳有人掃，杜月笙嘅子孫嚟祭拜，唯有張龍林嘅墓連野狗都唔去拉屎，呢個就係漢奸嘅下場。杜月笙子孫遍佈海外，成就斐然。作為上海灘3大亨中唯一實現家族傳承嘅傳奇人物，杜月笙1888到1951以黑幫教父之身重塑家風，其子孫後代跨越歷史洪流，喺商界、學界、外交等領域開枝散葉，成為近代中國家族轉型嘅獨特範本。1927年春，杜月笙喺華格調路公館設立家屬，聘張太炎為總教習。呢個舉動震動上海灘，青幫大亨竟讓仔女研讀《資治通鑑》，而非練習槍法。佢親自制定道士家訓，凡道士子孫不得入幫會，不得涉黑業，不得棄學業，違者逐出族譜，永不相認。據上海市檔案館藏道士家成記載，長子杜維凡17歲逃考，被杜月笙當眾掌摑至嘴角出血。你爹嘅江山係拳頭打出嚟㗎，你哋嘅江山要靠鋼筆寫出嚟。呢種近乎偏執嘅教育投入，喺1930年代達到頂峰。杜維媛就讀哥倫比亞大學，年學費3000銀元，相當於1500石大米。杜美如進入巴黎政治學院，每月生活費500法郎，超過法租界總領事月薪。杜月笙甚至為仔女建立學業基金，委託匯豐銀行保管，規定非海外名校錄取不得動用。1948年，蔣經國上海打虎，杜維平因為囤積紗布被捕，杜月笙拒絕動用青幫關係營救，佢若果爭氣，何至於此？杜月笙後代嘅成就堪稱近代中國家族轉型嘅典範，其10名仔女含養子喺商界、學界、外交等領域開枝散葉，形成跨越5大洲嘅精英網絡。長子杜維凡雖為養子，卻深得杜月笙器重。佢畢業於肅江大學金融系，1949年赴台之後，主導台灣銀行經濟政策研究，參與制定多項早期金融改革方案，被譽為台灣經濟復甦嘅幕後推手。其同上海豪門嚴氏聯姻，更加將杜氏影響力延伸到政商兩界。次子杜維雲嘅國際化軌跡尤為矚目。佢於哥倫比亞大學獲教育學碩士之後，1950年代成為首位進入聯合國總部嘅杜氏成員，負責教育援助項目規劃。晚年定居紐約期間，佢撰寫東西方教育比較研究，為中美教育交流提供理論框架。三子杜維平則展現商業天賦。麻省理工學院紡織工程系畢業之後，佢喺巴西創立南美絲綢集團，將蘇杭織錦引入拉美市場，開創中國絲綢美洲貿易先河。其公司鼎盛時期佔據巴西高端紡織品市場35%份額，被南華早報、